民间经营的停车场有的是无上限，这停一工2、3千块拢有可能。这赛车出门，连这停车都是一笔开销。台中市府是表示，因目前是无统一的收费标准，只要符合这1点钟100块以内规定，就会当登记做合法的停车场。未来台中市府嘛会加设挂公有停车场，用市场的机制，甲继续压落来。民众赛车来到台中市区，一看到停车场有位就较紧抢位。不过，真侪民众讲，台中市的停车费比外县市是贵真侪。我们那边的话是1个小时，可能 maybe 才30块吧。对，所以50块其实半小时真的是有点没办法接受。停车告时写讲每半点钟50块，而且无提供逐工优惠的上限。但是台中市区本来就车侪，佮拄着连续假期，嘛只好偏啊猛烈就甲停落去。行程结束了后，较紧离开。真侪民众认为讲，市区的土地虽然本来就较贵，但这种费率实在是伤惊人啊！以后嘛尽量避免塞车到市区。我曾经停过1个小时80块的，所以这是用比较法去的，要不然真的50块真的太贵了。因为我只是来这边附近吃个饭而已。根据台中市府的资料，目前拢总有951个合法的停车场，但是民营的数量就有600多个，占超过2/3。另外非法的停车场嘛有要400个，费率嘛对咧拢无同。有民代指出讲，真侪停车场无规定1工的上限，业者凊彩划价，1工收2800多块，价钱实在伤悬啊！而且无合法的停车场嘛高达300多个，但当你开走的数量无够，无法度有协助的效果。我们都会看一下，如果说要停很久，我们都会先看一下一天最高多少这样子，有没有限制这样子，我们都会看一下啦。因为每一个区域、每一个案场、大小场、每一笔土地的租金，他们跟地主谈的租金都是个变数。那在停车场法里面的规定，民营停车场呢，就他只要报费率。给我们上限，给我们核备就好了。市府表示讲，公有停车场10点钟收费袂当超过40块，民营的停车场10点钟袂当超过100块。因受限停车场法的规定，加上大家按照的条件无同，无法度全面规定收费的标准。但是对市场机制开始做，含积极增开公有的停车场，适度予民营业者压力，对非法的停车场嘛加强稽查，确保民众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